大家好，我係 1H 班陳希妍。今日我想為大家介紹九把刀嘅小說《臥底》。我最愛書中嘅主角聖堯。聖堯係一個身負凶名嘅無辜男孩。所謂凶名，就係指同任何聖堯關係好嘅人就會發生不測，甚至於喪命。於是佢為咗唔好再失去所珍視嘅人，獨自喺外生活，唔再同人親近。我之所以鍾意聖堯呢一個人物，係因為面對不可抵抗嘅命運，佢表現出極大嘅自我犧牲。一般人可以陪伴同守護重要嘅人，但呢一個擁有奇特命運嘅男孩就只可以遠離佢哋，以最殘忍嘅方式嚟守護佢哋。隨住故事嘅發展，呢一個特別嘅男孩喺陰差陽錯之下，被轉化為一隻可以生存1000年嘅吸血鬼，成為咗人類安插喺吸血鬼群族嘅臥底。佢仲同吸血鬼王者建立咗友誼添。想知道小說中仲有咩離奇驚險嘅情節，就請你哋到圖書館借閱呢本書啦。以下係 Dear Time，Enjoy。